家長你好，我係蘇 Sir。為咗令小朋友更順利考好呈分試入讀心儀中學呢，4月份有個最新課堂安排嘅。4月開始，紅日會照常上課㗎，不過係影片班，彈性家長安排做翻份卷啦，睇翻條片啦，WhatsApp 翻我哋有冇專心啦。啊，好多原因會咁樣做嘅，因為第一好多家長都已經要求啦。不如星期日都返啦，不過我又要湊女，所以而家改影片班，兩全其美，又可以彈性。第二呢，如果根基都差差地，或者天分唔夠其他人，我哋唯有可以點樣呢？就係人 hea 我補，用假期雙倍嘅努力，開心學習呢，其實唔當地獄噶喎，事半功倍啦。第三，呢個係好重要嘅，相隔太耐啦。如果平時有個紅日唔使操卷嘅話，前後係停咗2個星期，唔好話2星期，1星期有時啲小朋友都唔記得晒學咗啲咩，所以相隔太耐啦，不如紅日都唔使返學冇嘢做噶啦。我照錄多一堂睇影片，用8折嘅價錢去俾心機，努力埋嗰1個鐘佢。第四咧，真係好重要嘅，保持個態度啊！2個禮拜唔聽到我把聲咧，我覺得都有啲風險啊。所以大家記住啊，紅日都照安排睇影片班啦。咁有冇學費多咗？學費冇多咗啊，因為本身唔係紅日，我哋都係交緊804蚊4堂噶啦，係嘛？仲有呢個8折，所以冇學費多咗嘅，反而影片班有個8折係平咗。最尾最重要啦，無論係小朋友啦、家長啦同埋蘇 Sir 啦，我哋都一齊盡力做到最好，務求令小朋友考好呈分試入讀心儀中學嘅，一起努力，一起盡力啦！